蘇納木聆聽訓。第4節。關聖帝君，關聖帝君記事。一年復一年，每年之慶，深度神會，神會之心，領而領之，領之心，各為修士，明修之道，明慧之身，明行使命，各自為本，本能之能，本用之用，本為之為，是為應字。應之宿命，宿命而為，自修為是，各重其心，各重其修，各重其為，修持之心，應而有之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